接管长度有将近有560公里了哈。那整个在用户接管率方面哈，在99年合并的时候才8.8%。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哈，已经我们到今年已经达到28.49%了。台北跟高雄它是非常早就开始做这个下水道的工程，那我们是从县市合并以后才开始努力的在做啊。那市长上任以后啊，已经投入了将近105亿元的一个经费了哈。那整个进度啊，也因为在市长的努力的催促之下，我们一年以1.5%到2%的一个进度啊，在这拼命的追赶啊。那这个工程虽然看不到，但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整个污水系统要是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家里的污水啊就会排放到沟渠里面，那就会产生恶臭，然后影响到环境。这里是永康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的一个用户接管啊。那我们这里今天呢总共有2个标，这2个工程加起来有将近7亿。那这2个工程完成以后呢，可以增加这个我们的一个用户接管率啊，差不多可以达到0.9%了啊，可以达到0.9%。那接管路也差不多可以增加差不多6800户左右。迄个水资源再生再利用，这做个真实。当然，时间当中社区会造成噪音啊，或者是交通安全的问题。那咱一种也克服。当然需要我到协助的，我嘛会人来，让一种再协助啊，一种较克服。还是我早讲的一句话啦，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下。你整顿好的那个地方环境会整很漂亮。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通常我们的污水下水道，也就是俗称的卫生下水道工程，是先有干管工程，干管工程做好了以后，那中间在这个支管工程、分支管工程做了以后，再连接到民众的家户，叫做接管工程。现在永康这2个部分已经是到了接管工程，接管完成之后，可以增加永康的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7.8个百分点。那也可以增加整个台南市的污水下水道普及率0.93个百分点，所以说是对于地方的帮助非常大。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要有污水下水道，才避免河川污染，避免臭味横生，避免每天水肥车在城市内到处跑。所以呢，我们特别着重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现在台南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在6都里面也从2019年的第6名，现在已经变成了第4名，所以往前挺进了2名。可见我们市府团队同仁，大家都非常用心，议会也都支持。虽然这是一个地下的工程，是看不到的工程，但市民朋友肯定，议会才可能支持。未来台南市将城市更为整洁，然后这个河川减少污染，这个污水回收之后可以成为再生水，再生水的供应也会更稳定。那也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大家能够平安。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2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定议会市政总质询，为了减轻都市原住民大的负担，尤其是一寡原住民因为继承偏远部落的土地，煞变成无条件来申请中央的租厝补贴。议员施予兴旺，都要求台南市政府爱比较其他的县市。制定放宽租金补贴的办法。根据统计，台南市都市原住民有2675户，多数经济弱势，拢是长期租厝。对此，议员施予兴旺接受陈前伫总质询表示，真侪原住民因为伫偏远部落有继承土地，所以无符合资格申请袂到中央的租金补贴。不过，其他5都等各县市，像台北，上早对104年就变通推出补贴办法，独到只有台南无，所以要求市府检讨。内政部是说，家庭成员未持有自有房屋，就是因为卡在这一点，所以我们都市原住民很多申请不到那个租金的补贴。可是台北市的部分，他也把它限额是不动产的限额是1237万。然后家庭的人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内无自用住宅就可以申请了，意思他把它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不是说因为你的部落，其实
部落到台北市很远嘛，你不可能来回上下班嘛。它等于它的用意是说，你有房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上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申请租金的补贴。我们现在租金补贴这个部分的话，在原住民的部分已经有加码，就是说它比一般的住户的租金补贴要多1.2倍。我知道中央有加码，加码没有用，申请不到，你再怎么加还是申请，还是没有用嘛，是不是局长？不过我们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个我想，他们定的跟中央都一样，都有排付。好，排付我很赞成一定要排付，好，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你看他们也是有排付，可是你要去想说，在排付的条件之外，他没有办法跟中央申请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市府要去协助他们？多市原住民虽然是少数，不过为了保障因徛起正义的权利，议员积极为因经济弱势族人来请命，希望北管市府至少咱嘛应该伫排付以外，爱检讨评估可行性。台南新闻军籍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去年到今年3月统计，台南市机车伤亡的比例已经是全国第2位。其中65岁以上长辈发生事故的比例更加是偏高，所以议员谢淑凡伫市政总之时，都呼吁市政府要将长辈纳入机车考照，先去将加分班的补助项列，希望会当减少事故发生。议员谢淑凡总之顺以112年各县市骑机车事故伤亡，发现台南除了2400多件，已经是全国第2，而且65岁以上因厝过身的长辈都有89位偏高，加上无驾照骑车违规更高达17%。议员认为，既然现在中央甲市府合作，有机车考照，先将教训班的道路安全讲习甲交通补助政策，而且名额拢也有，进一步要求市府放宽条件，嘛鼓励长辈来上教训班。台南市政府1000个名额，每个人加码补助1000，可是我们在这里又有一个盲点，我们是在校学生才可以去申请，所以今仔日市长，我今仔日若50岁，我进前无考驾照，我今嘛有心吗？我决定我要来考驾照时，我领不到补助呢。目前为止，中央的名额也没用完，那台南市加码的名额也没用完，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不要限年纪？再放宽一下，我们放宽嘛，让我们的长者，如果他今天有心想要来考照的话，我们也有一个鼓励嘛。延续上教训班的议题嘛，因为大溪浜地区无一间机车教训班，上近的只有永康，所以议员嘛积极替当地有考驾照需求的民众来请命。对此，交通局长表示，目前中央已经有规划要扩充，嘛有4间业者拍算要丢失，希望达到便民的目的。但新闻军籍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推广咱台南市的美食文化，市府伫5月28号到6月4号进驻台北首个百货，推出台南美食文化节，选出50间在地特色的店家做伙参与展出。市长黄伟哲专工上北为活动服务，而且佮邀请2位总铺师去办桌，要予北部的民众品尝到台南上界好食的手路菜。台南美食顶敢有名声，会更出名。为了让北部民众会当就近来品尝台南的原汁原味，市府甲文化观光伴手礼等产业协会合作，特别精选50间咱在地物产好米进驻台南首个百货，除了要让民众一摆满足台南物产，也推出现煮的沙白鱼皮，以及满一碗上青的海产糜。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为美食文化节活动开幕，场面闹得滚滚。媒体朋友拍个照片，我们稍微斜一点点，稍微斜一点点。非常感谢搜狗能够支持我们台南的美食文化，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店家把最厉害、最优质的产品呈现给最厉害、最优质的消费地，也就是台北的最优良、最好的消费者，台北市的消费者。那这些不仅是鲜果而已，很多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大家能够
不仅是脍炙人口，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那今年更是突破以往，举办了2场的这个台南美食办桌每一场7桌都已经早就秒杀了。没有吃到、没有订到没有关系，你只要来台南就知道。台南美食之都称号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侪消费者注目。市府嘛特别邀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2位总铺师联手，要来呈现台南板的文化。西瓜面咱是用迄落小玉西瓜落去做的咱这红瓜布是用大黄瓜落去生的这是我细汉时阵的记忆啦。台南美食文化节于5月28到6月4号为期8天，欢迎北部民众好康到小报来行行踅踅，不止食美食，也会当选买优质的台南物产，保证收获满满。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第一名的画作清明上河图，展现出北宋时期的繁华街景以及百姓生活百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画作不再只是静态作品，不但用动画来呈现，人物嘛动起来。海科馆特别甲故宫合作，提出所谓特点，利用动画和清明上河图画起来。迎亲的啦，戏台啊，那几个重点的区域，还有上下货的地方啊，虹桥那边啊，甚至宫廷那边，这几个区块都在里面。透过长10米、高1.2米的巨幅萤幕墙观赏《清明上河图》，900多年前的景物全都跃然纸上，古代挑夫跑腿动作栩栩如生，就连野台戏、人群围观，都让人仿佛置身在北宋的繁荣当代。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可以看到，就是古代人他们的那个，就是变成行动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现在可以让你整个图片，然后再来拉近，可以更了解那个故事。配合现在小孩子很重视视觉感受的这个动画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在很平淡的这样的一个平面的画作里面，可以让它动起来栩栩如生而且可以让学生去遥想在宋朝那个时候几百年前的这个生活样貌，而且有各行各业的这种情况，对小朋友的一个视觉冲击是非常的棒，而且可以实际的知道在这个当时的生活样态。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的话，了解历史，这是透过数位科技非常非常好，非常有帮助。2、1，请启动！河海行征清明上河图数位特展。国立海科馆庆祝10周年，和故宫携手共推河海行舟清明上河图数位特展，将故宫人气藏品清本院清明上河图经典场景制成动画，带领民众认识古人智慧和工艺美学。我们看到这张古画，你从那个最早的人类傍水而居，然后透过一个河海的互动，然后生存，那慢慢发展成船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运输跟交通的工具，所以大家都会注意《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都会看士农工商，甚至贩夫走卒啊、达官贵人啊，看这些形象。可是比较少人去算说到底有多少船，这个船的类型种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透过故宫的古画动漫，然后跟海科馆的科技跟船的模型去结合，让大家去验证一下，就说人类在整个交通史上船舶的重要的一个地位。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那一条河原来是在运载着人类一个历史生活一个非常重要演进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那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工具跟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船舶竟然在我们这个我刚刚在讲，以现在我们在讲。向海致敬，敬爱海洋，那刚好就衍生到我们现在对大海的一个我们应该讲要尊敬它，所以海科馆刚好这么多年来，那其实对于这个海洋的保育保护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作为，包含了我们现在有潮境方舟，然后还有我们的立桨独木舟，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在现代，那这个从河流一直到大海里面，对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就是的历史意义。那这一次的展览，其实我们更是有邀请了
包含阳明海运，还有这个有一些之前对这个船舶就有很多贡献的一些学者，那把很多以现在就之前到现在的很多不同类型的船舶，这些船的形态都展陈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特展现场还有10多件中式古船模型展示，而这一艘长5公尺、宽80公分的未来之舟创作，是由年轻艺术家齐时勤亲手打造，希望透过艺术创作来传达海洋永续的观念。我最早是从小就在接触海洋，然后在10岁有一次下来的时候呢，看到一只海龟，它因为人类的鱼钩而钩死，然后。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大家看到的海洋都是很美丽的一面，但实际上它背后有非常多很痛，还有生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要用我自己的力量，然后尝试去做出一些改变。这艘船我是把它切成一半，这一面呢它是浅色，然后是美丽湛蓝的海洋；另外一面它是深色的海洋，代表的是现况是被破坏的，因为这个海洋保育这个主题它没有被重视到。然后这一面呢是我希望海洋能够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所有的生物都自由的悠游在这个海洋，然后非常的健康。台湾本岛这个跟海洋非常的密切，那可是一般民众对于海洋或是河流，大概想到的都是船那但是不要忘记说船底下还有很多的生态，所以海科馆其实在这一方面提供民众很多教育的机会。故宫和海科馆合作，将这些船只从平面画作转化为立体展示，展现人类依靠河流和海洋所获得的生命力。特展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是一次相当难得的体验。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新北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广纪录片，日前再次甲中营航空合作，伫飞行机顶的娱乐系统推出新北天际影展专区，来放映新北市历年来得奖的纪录影片，甲台湾优秀的纪实长片。同时邀请艺人简曼书担任活动的大使，共同见证3万迎客高空的感动。3、2、1，请启动。2024新北天际影展感动上线。新北市长侯友宜与活动大使简曼书及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家明共同拿着登机证完成登机仪式，也宣布新北天际影展正式起飞。未来民众搭乘长荣航空都可以透过机上娱乐系统找到新北天际影展专区，观看优秀的新北市纪录片。非常谢谢长荣航空公司的支持，让我们新北纪录片在这3年能够让它推向天际上，在3万英尺的高空可以欣赏新北的纪录片，也看到新北纪录片这些导演们的用心，也看到很多点点滴滴的故事，让你在人生的里程当中，在享受翱翔天空的过程当中，享受另外一个人生的境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里程。所以我们今年再度合作的时候，我们推出了12部影片，分4个档期，也特别找了我们最美丽的简大使来帮我们推动。我们希望搭乘航空公司的过程当中，开心事物的当中，也不要忘了让你的生命的悸动，在长荣这条旅程当中，可以分享很多人生的故事。新北市新闻局请到曾获金钟奖最佳女配角的简曼书担任活动大使。简曼书表示，纪录片是透过导演的双眼，记录每个生活中的感动时刻，强烈且难以忘怀的。被记录的对象都是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或者说动物，或是环境，它都是真实的，不是演员演绎出来的剧情。那透过导演的那个灵魂之窗，我觉得看出去看到他们这个像一个观景窗，去捕捉到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片刻，他的那一份感动触动，我觉得是特别的深层的。不管笑啊，让你哭啊，我觉得它都很像是对我来讲，都好像从身体中挤出来的那一种震动感，我觉得是很令人难忘的。
今年新北天际影展共有12部精选纪录片，展现多样主题，要让民众感受不同的生命历程。不但在长荣航空上看得到，新北市纪录片奖即时影像同步登上 LINE TV 线上影音平台。为让更多民众参与新北天际影展，今年更在新北市府1楼举办实体展览，让民众深入了解新北市纪录片奖。记者林志清新北采访报道。团水当中的高雄38道线将要拍破消息。过去铁路划分了南北高雄，如今铁路已经地下化。高雄车站下沉广场的战撑墙，嘛完成任务，将要攻城新体。未来地下广场将会是南北串联做伙。高雄车站工程进入尾声，后站的规划建设也即将完成。已经伫立数年的战撑墙也结束了自己的任务，功成身退。从1907年分隔南北高雄传说的38度线即将打破消失。38度是是个意象的一个说法啦，但我想我们整个高雄市区在1907年铁路通车营运之后，其实我们就分成前站跟后站。那时候就是变成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分隔南北端的一种生活圈。那我们在上礼拜5，就是4月26号，我们整个在地下1楼的战争墙拆除之后，我想就是将来对行人整个南北端前后站的一个通行是非常的顺畅的。可以看到隔墙的敲除作业已经提前完成。高雄车站下省次广场即将全面打通，现在旅客们出入站都得日晒雨淋走外围步道。等地下广场全面串联后，进出车站也相对的会方便许多。期待可以赶紧开放通行，因为现在天气蛮热的，然后走这边我就觉得很闷很热这样子，所以打通我觉得会比较好这样子，就可能有遮蔽物这样子啊，比较方便啊。现在没有方便了，现在没有打开啊，所以就是很不方便了，绕了3/4圈过来，到处找很难找啊。对啊，方便很多啊，从那边就直接过来，不用再跨过来啊。对啊，很好很好。地下的工程进入尾声，天上的空中步道也逐渐布满绿意。除了花朵已经朵朵开，连小蜜蜂也开始造访，城市中岛的生态逐渐成型。未来高雄车站的上方将会铺上一层天然的绿地毯。是，我想我们天棚的植栽部分现在正紧锣密鼓在进行中。我想目前已经大概完成了1/3的整个那个天棚上方的一个绿植带的部分。那我想1/3之后，现在成果都看得到。目前大概清晨，一些蜜蜂还有蝴蝶，大家都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想以后当整个在年底整个完成之后，我想整个生态上会更加的丰富。从高雄铁路地下化到新车站新建的工程长跑，历经多年也终于即将完工，打破了意象中的38度线，让南北高雄实质的串联起来。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新北市恭喜今年共树立幼儿园大约300名的毕业生完成幼儿园学习的阶段，将要迈入小学。特别挑选小朋友读小学必须爱准备的餐具组甲礼典。由教育局的副局长欧仁豪前往秀朗国小的妇幼颁奖毕业礼物，有5位毕业生代表接受。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欧仁豪前往秀朗国小附设幼稚园，赠送给今年毕业的孩子们毕业礼物。今年的幼儿园毕业礼物以环保、永续、减塑为理念，特别赠送餐具还有字典，让小朋友们进入小学后便利使用。餐具包含便当盒、汤碗及汤匙，皆采用天然竹纤维材质。便当盒设计的概念以圆润的造型搭配有趣的童趣纹理，具轻松玩味的设计风格。汤碗与汤匙可一同放入便当盒内收纳，便当盖也能够当作托盘使用，引导小朋友们在日常中落实环保永续，呼应 SDGs 的理念，生活中的小改变就能让世界更好。对，这一次的这个幼儿园的毕业生的礼物啊，幼生的毕业礼物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哈。那一方面因为固定每一年的这个毕业生的礼物，那今年特别采这个环保的这个餐盒。那环保的餐盒呢，它其实整个设计就是希望让孩子，我们老师搭配的这个课程，好让他们一起了解哈这个塑胶啊，或者是这些制品在生活中的一些影响，所以孩子们学会了这样可以使用这个
环保的这个餐具，那也一方面学会怎么样透过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惯跟一些实用来爱护这个地球。新北市为全市公私立幼儿园毕业生准备的小一新生必备品，将由各幼儿园配合典礼活动赠送给毕业生，欢迎家长共同参与。今日则由秀朗国小妇幼代表全市幼儿园毕业生接受颁赠毕业礼物。典礼上除了回顾小朋友在幼儿园学习的点点滴滴，也共同分享喜悦，祝福幼生迈向人生的下个阶段。今年非常的特别，我们准备了环保材质的竹纤维、天然竹纤维的餐具组合跟我们的词典。那我们这个主要的亮点是第一个，让孩子上了小一之后，他可以有词典可以继续学习；第二个，他上了小一之后可以使用天然竹纤维的餐具组，然后确保健康；第三个，孩子在升上小一之后，他每天用着竹纤维的天然的餐具组，他会记得想到，也会让家里的人记得。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会从小响应 SDGs 的环保、永续跟循环利用。那把这一个好习惯，在小时候在生活中就养成这个习惯，让我们的孩子快快乐乐的上小一，然后呢可以学习的非常的顺利。教育局补充，挑选字典及餐具组作为幼儿园毕业礼物，除了是提供小朋友在小学阶段必备用品外，更以环保永续为主轴，引领幼儿生关注环保议题，并强调永续材料对教育的积极意义，更承载新北市对幼儿生的满满祝福。记者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